根据这2天收集的情报，在所有已知的海图上，三蛇岛是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。我们若要寻找仙山，需要去到更远的海域。嗯。 是。你是长剑剑，锦威公公。若不是长剑剑，天下谁又有资格佩戴先皇所用的渊焰？你不是自在地境，我能对付你。自在有枷锁，有任我行。此生用不入那逍遥境，但我能以自在杀逍遥，这是我的境界。月息花尘。锦威公公手中的剑是压制自己的枷锁，他是5大剑中力气最强的一位。那剑上的符箓压制的是剑心，亦是他的杀锁。若上面符箓全部散去，今日就离不开这里了。 六皇子言重了。老臣奉皇上之命，特来接你回去。唉，既然是接，总该给我些时间准备吧。好，那就3日为期。 谢六皇子赐酒。干杯！啊，叶姐姐，我们接下来是要先去找萧瑟他们会合吗？会合？为什么要和他们会合？叶姐姐，你都把我说糊涂了。 叶姑娘的意思是我们出海，但不和萧瑟他们一起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萧瑟他们出海可是要去到三蛇岛以东的？据我所知，只有雪松长船能做得到吧？我可不觉得我们能有办法弄到那种海上巨无霸。好啦，不用担心，船的事情已经有一位姐姐帮我们解决了。 还是来谈谈出海的准备吧。主要还是船的问题，是吗？是的，能够航行到三蛇岛以东的船不好找。别说这里的渔船了，就是一般的广船、浮船，也走不了这条航线。唯一的例外就是雪松长船。 长44丈，阔18丈，只有雪松长船能开到那么远的海里。62艘雪松长船，大部分都在朝廷的水军之中，那些就不要想了。除此之外，唯一有这种船又能定期走东海的势力，就是凤凰于飞，青州木匠。
这莫非就是……还真是巧了。各位在这里稍后，我去通报一声。架子还真大。船上有高手。穆家是青州首富，此次来的人既然能坐着这艘价值连城的雪松长船，自然在家中的地位不低，身边有高手护卫也是应当。啊，说的我都好奇是哪位大人物了。3位少侠，还有这位姑娘，我叫穆春风，青州穆家第3子，幸会。我叫华姐，在下刘杰，在下萧瑟，在下唐天瑞。我又不像你们，作为雪月城大弟子，江湖上哪个没听过我的名字？都是难得一见的好名字，几位里面请。不必了，我们就在这甲板上谈吧，吹吹海风，挺好。那木木就带着几位逛逛这雪松长船。我这雪松长船正要去那北离海域的尽头三蛇岛，4位大可与我同行。不是要为穆兄抓些蛇来赚船费吗？兄台此言差矣。若是4位肯帮我这个忙，自然就帮；若是不肯，也不过就是多带4个人，4位上船便是。哎，这么一说，就显得我们小气了。穆兄，你倒是说来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最近我大哥生了一种病，久寻良医，无法得治。我从一本古籍上看了医治之法，上面有3味药引，分别是3条蛇的蛇胆、金线、银衣以及铁琉璃。要我4人协助你，并没有问题。只是我们有一个要求。但说无妨。到了三蛇岛，拿了那3枚蛇胆，你们随后得借我们一艘小船，7日之后等我们回来。敢问4位要去哪里啊？这你也要管？这穆某自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前朝东极海事都督曾著《东行海域志》，说三蛇岛之外乃是死域，我只是担忧啊。如果7日之后我们没有回来，你大可把船开走。行还是不行？给个答案吧。好，待我召集足够的捕蛇人，3日后我们便出发。好，3日后见。等一下，怎么，你要反悔？听手下人说，他们3人各怀绝技，但却不知萧兄有何本事。我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但是他们都听我的，如何？很好。3日已到，怎么还不见那几位高手过来？难不成我真的看走眼了，被那几人诓骗了不成？6皇子一言九鼎，绝不会骗人。难道遇上了麻烦？这几人武功高强，这小小渔城应该不会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呀。还是再等等。公子，那几位高手让我通知您，快起航，他们已经在船内了。竟有这等事？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快，带我去见他们。是。
我在码头必经要道等了你们大半日，你们是怎么进到船里的？啊，我们昨天夜里就来了。这是为何？自然是因为萧瑟被人萧兄他临时起意，想要给你个惊喜。啊，哦，对，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天色不早了，你这里还有哪些房间啊？上房还有2间，中间的却没了，勉强挤挤，恐怕也就能加一张吊床。啊，下房最多，就是怕有损了各位的身份。那萧瑟和华锦住上房，我和大师兄住下房。我可没说要住下房啊，中等房还能加吊床呢。大师兄，你也太不仗义了。那，罢了，下房就下房，我倒要看看这下房是个什么样子。想不到我无心竟也落得这般待遇。罢了，也该去看看那几位兄弟了。我们走。你来了。是的，我来了。你就是苏沐雨，上一任魁，暗河公认的杀手之王。我一直在等这一天，能和你交手的一天。唉，大家长不让我出手，可我越来越忍不住了。据说当年上任大家长想让你继承他的位置，你为了还一个救命之恩，将位置让给了苏昌河。哎呀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，因为有情有义的人不适合当杀手。闭嘴！啊，你生气了？喂，住手！我知道你想试刀，想杀强者。上次没让你一同执行任务，你心有不满。若是魁去了，上次任务便不会无功而返。重创雷门和唐门，还让两家反目成仇。上次任务不算无所得，而尤其重要的是，我们锁定了一个人。这一次，我要出动所有的朱影，帮我去杀那个人。哎，奇怪，这船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难道是传闻中的幽灵船？早年很多人跟风下海，
结果宝藏没寻来，倒把命丢到了这海里。他们所乘的货船，就那么孤零零的在海上飘着，成了这大海中的鬼魅。听起来挺刺激的，我先上去看看。啊，宋雨，无心，萧瑟，这一次暗河留了10成功力，就为杀你。想弄我萧瑟师弟，得先问我们2位雪月城的师兄答不答应。小和尚，我得好意提醒你，和我对决，你可得拿出全部的实力。把这次暗河为了杀我做足了准备。河要的人，都得把命留在这里。魂墨百鬼库，细雨杀人夜。苏沐雨，住手！再见了。你想赢我，还早得很呢。还以为和暗河打能好一点呢，真是我不欲成佛，奈何佛陀欲成我呀！闹够了吧？这场戏也该结束了。潇潇，看来今日咱们是凶多吉少了。也不能说一点希望都没有。既然有人想让我们死，难道就没有人希望我们活下去吗？这是什么船？竟敢来坏我们的好事！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船上的人。虽然不姓萧，可作为5大剑之一，也代表着那一位的意志。退吧。算他们跑得快，这笔账日后再算。别庆幸得太早，这新来的似乎更棘手。老夫救援来迟，还请公子见谅。此外，3日之约已到，还请公子随我回天启城吧。哎，还以为是什么高人相助，竟是锦威大剑。你照顾好他们，我去会会那个锦威大剑。锦威公会推演上的风波已经快要全部散去了，就让我用这最后一招结束战斗吧！这个正是锦威公一战成名的自在杀逍遥。和尚，快护住大家！早就准备好了。莲无杰，动手！穆兄，趁现在，全速离开这里！小桃。莲，我们来了。
皇上，到了这一步，老奴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若此行小楚河真能治好自己的隐脉归来，那么整座天启城，不是整个北离的形势，都将因此而改变吧。总算躲过这生死一劫，还又迎来了几位新朋友。和你们一起的这趟旅行，穆某真是毕生难忘啊！今日有幸结识各位，我这小船真是蓬荜生辉。来，我穆春风就以茶代酒，敬你们一杯。无心呢？还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。三蛇岛，三蛇岛到了！少爷，三蛇岛到了！到了，终于到了！哇，三蛇岛，我们终于到了！怕正是那金线蛇毒素所致。到了，史书记载就在这一带。海岛天气无常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还是尽快捕蛇吧。大师兄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腐香，世间的毒物大多都拒绝不了它的味道。来了！看，他们出现了！你看，太多了吧？好多蛇！这么多金线蛇一起出动，难免有所疏忽，大家保护好萧兄。这小子还不赖啊！嘿嘿，没事，有硫磺呢。竟然有如此神奇之事！好，我们收割金线蛇。太好了，多亏各位少侠，我们捕蛇计划才得此顺利进展。让一让，雷无极。师傅。他没事，我们快些去银蛇岛就好。这银蛇岛倒是生机盎然，比那枯败的金蛇岛可强多了。这潭水波光闪烁的，是不是底下藏了什么宝藏啊？这就是银翼蛇。没错，这银翼蛇蛇皮薄如蝉翼，出水后的蛇皮会近乎透明，因此这些蛇只在夜里或是早上光线微弱的情况下出来活动。也好，那就不用我们费尽心机去找了。大师兄，点上腐香，引他们上来，这样就可以将所有的银翼蛇一网打尽了。腐香吸引不了他们，他们可不会冒着被烧死的风险跑过来。那就过去抓几条。如果师妹不想被咬成筛子，还是不要冲动的好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萧瑟的病可等不了这许多。水中也有剧毒，小心！
让草木瞬间枯萎，这蛇毒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危险。不好，所有的蛇都被惊动了。千洛，快回来！刚提醒了你，怎么还这般莽撞？若是你真有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和三城主交代呀？我们回船上吧。就这么放弃了？你知我心意，大哥的隐疾一直是我的心病，如今机会就在眼前，我又怎舍得放弃？可若为了我的一己私欲，置你们生死而不顾，我沐春风也是万万做不到的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哪有空手而归的道理？或许你用得上这个。哦。你二人看我信号，天眼通。少侠小心！神足通。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，我坚持不了多久。好，好。让他自己待一会儿，许是好事。哎，叶姑娘，这金线蛇、银翼蛇都拿到了，再搞定了那铁琉璃，我们就能去仙山了。哎，到时候那仙人治一个也是治，治两个也是治，也可以顺便看看你的病了。小心！这射箭之人，好强的手劲儿！是枭首，千里海域唯枭首为尊，杀官兵，黑吃黑，无恶不作，是为千里海域之王。海盗，原来大海之中真的有海盗！我去会会他们。居然有人主动来挑衅我们！你来我们船上有何贵干？主要是来看一下海盗长什么样子。哦，顺便劝你们一下，
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听说你想见海盗？听那些内陆来的蠢货们说，你已经被封为永安王。永安，萧老头这隐喻了不得呀！哼，比什么千里海域之王要好听一些。你这么自恋的名字，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那你可以叫我的本称——琅琊王。啊？5年没见了，走，咱们可得好好聊聊。当年天启暴乱时，城门外我见到了你，我亲眼看着王叔带你逃出了城门。你这意思是真觉得我父王造反？哼，笑！天启城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乱，简直是对我父王的侮辱。更何况，我父王若真想当皇帝，当年就不会将他让给明德帝。的确，但是皇帝没说什么，琅琊王也没说什么，就像是他们约好了一般。对了，说起来，那几日有个人来了琅琊王府。锦轩。萧楚河，上次我暗河本能杀你，却被那锦卫公公拦了。这一次，没人救得了你。绝望吧！等一等，你的对手在这儿。又是你！哼，手下败将，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我正要去杀你，你倒好，竟主动来送死。你疯了吗？就你现在的身体，怎么对抗那铁琉璃？我去！看后面，你们都无法抽身，现在能去破阵的只有我了。萧瑟，快回来！萧楚河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暗河为了杀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这琉璃岛就是你埋骨之地。大师兄！各位，失去笛声的加持，贾剑仙的境界已经不如我们了。剑仙所传，参与！剑仙所传，枪仙所传，洗花尘，断风。
奈落。穆雨墨，你们已经输了，还想打什么算盘？这位女施主还在啊，不如留下，和我们一起喝杯茶再走。切，葵这个家伙真是不中用。萧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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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瑟体内那股阴柔之力已经渗透进他的全身经脉，现在还活着已经是奇迹了。前方是暗潮了吧？是，据说从来没有人穿越过，也没有任何消息流传出来，只怕此一去。行路至此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们也不会再退缩。穆兄，请为我们备船吧。笑笑，一定要活下去啊！护住萧瑟！叶姑娘小心！到了！哎，醒醒，都醒醒！我们真的到了！哇，不愧是神仙啊，住的地方都这么仙气。想不到这岛上的动物都通了灵性。哎，谁在闹啊？想不到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鲛人，竟能经一点景。看来各位对我这鲛人湖畔很感兴趣。贵客临至，不甚荣幸。仙人，我是百里东军弟子唐莲，冒昧带几位朋友来此，求仙人治病。这二人我都能救。只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仙人也会谈条件？我助你们成地上之事，你们帮我改天上之命。我要让我死去的妹妹重新回到这个世界。如意，我们走。小瑟，我们不去救叶姑娘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怎么救？哎，那自然是鬼门月圆方开，月亮出现之前，我们就还有时间。那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？对了，我们去找百里城主。百里城主向来逍遥，无人知道他的所在。不过如剑仙，我倒是知道在哪儿。我们顺着这箫，便能找到如剑仙。
萧瑟，如剑仙在哪儿啊？哎，看来你们也误入了阵法之中了。哎，谢轩前辈，还有积雪姑娘，你们真在这儿啊？莫依在这山洞中布下阵法，此阵只可进不可出。如此看来，他是早有谋划。前辈，可曾在岛上见过我师父？或许他会有办法能破了此阵。唉，他饮了红尘醉，入了梦境。翻笔化魂兮，记忆星河；翻笔吸破兮，坠忆星辰。魂兮归来！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那么，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破开我的阵法，赶过来呢？糟了，木仪已经起阵了，我们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？师父，你醒了，可有破解这幻境之法？道法修为不够，蛮力太凑。一力将之师父他真的破境了，不错，百里城主也入了神幽。那还等什么？救人去啊！莫依，收手吧！小百里，你大梦了一场之后，功力确实精进了不少。那我就见识见识你这神游玄境的功力。我这九剑仙的名号也不是白叫的，天下武学尽在我手，纵是仙人，我又何惧一战？别再试探，出全力了。那你再见识见识这个。莫依，阵法未成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开启这修复神石的阵法，还需要一把钥匙。刚才我一直在试探你的极限，就是想看看，以你现在的功力，能否助我完成这最后一步。
不。直。这一切全都是你算好的。若非是为了救妹妹，我也当真不想拿你急着鬼神呢。不会让你感到痛苦。先生，天有异象，天有异象啊！已经看到了。我等从未见过此等异象。祭寻龙阵，我要去见他。不能这样！刘杰，退下！啊！喂，谢轩先生，还是需要你出手才行。你觉得雷兄弟打不过的海仙，我就能救下百里长主？救不了，就杀了他。对不住了，百里长主！他为了你们以命守你，你却要杀了。大义当前，我亦无愧于心。可恶！和尚，师傅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被强开气门，内力所剩无几。失去百里城主的内力加持，这阵法似乎无法维持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里可不止百里城主一位身有玄境。接下来就让哥哥亲自来完成这最后的仪式。他竟然献尽自己的内力，为是那阵法大开极耗内力，他此刻也不好受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如剑仙，你可愿意和我这把老骨头再拼一回吗？不胜荣幸。走了。维持这阵法稳定也不过需要我3成功力，余下7成对付你们足矣。你们2人合力确实有与我一战之力，若是放在平时，想必我会觉得非常有趣。但是现在，我没有这个耐性。想逃，晚了。他们已经远离湖心岛了，抢！朱茵，
别愣着，快走！想死吗？都给我滚开！都是为了救他。那好，我就让你们救个够！叶姑娘，下去救人。莫伊还在维持着那阵法，说明他并没有放弃救活妹妹。他是故意把若依沉入水中的。成了。莫依，今以仙人之名为苍天，苦心修身数十载，是为逆天改命，引魂归。魂兮，归来！魂兮，归来！小吕啊，哥哥来接你了。哥哥不会再跟你分开。莫叶，你当真要逆天道吗？天道，自他夺走小绿儿那天起，逆天而行就是我的命。收手吧。师弟，天道有常，逆而行之，必遭反噬。国师，你来的还真是时候。齐师兄，不愧是我的小师弟。如今你之成就，放眼北离国运300年，已是第一人。但是，身为黄龙山传人，你竟然妄用鬼门阵，你可知你已入了鬼道？何为大道，何为鬼道？二者皆为道，不过一丝念头罢了。逆天而行，惊扰亡魂，就是你寻的道。师兄，多说无益，就尽快了结这一场同门缘分吧。太乙狮子诀。我这师弟入神游已有多年，底蕴深厚。若想赢他，唯有一法。国师的意思是，要佛道三教合一。你们还真是锲而不舍。但是跟我这么多年的思念之情相比，不值一提。三教合位，又能奈我何？刘杰，你疯了吗？你再强行破境，可是会死的。国师的意思是，儒释道三教合力，就能压制莫依的鬼道。我学过一套拳，至今还听那人的话，每天打1遍。大罗汉伏魔金刚无敌神通，把一叶说一叶，还给我！
天生玲珑心，你心里可与自然调和，加上他坚持练习的那一套符音拳法。两位，雷无劫天生玲珑心的体质，加上习学的这个伏魔拳法，对付鬼道有奇效，但是他应该撑不了多久。那该怎么办？请国师赐教。以他的你们干什么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教合威的效果。我们三人把内力全部灌注到雷无劫体内，或许能否击败莫一，就在此一举。好一位小金刚，这感觉太棒了！千洛，还有力气吗？把银月枪向着他投过去，要相信我，也相信自己，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。好。嘿，呀！萧瑟，你骗我啊！你也想拦我？心魔银。仙人说太上忘情，说的是忘情，不是无情。停手吧，哥哥。你是我的一缕执念所惑，竟来劝我。不错，我们一起从小长大，一直互相陪伴。而现在，我真正的魅力就要回来了。你也可以去心魔引，只是让你看到自己的心。我的心，滚开！萧瑟，你们阻止不了我。醒来吧，小绿儿！百里城主，萧瑟，我乃陈氏折九间，借罪直上青天9000丈，不求见9000仙女迎风舞，只求见仙人一醉。小绿儿，我们回家。
你是墨玉的妹妹。你可以叫我小绿儿。小绿儿，你可喜欢我为你准备的身体？哥哥，想不到还有机会见到你，再喊你一声哥哥。看到哥哥这么厉害，小绿儿真的很开心。可是，我说过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只要你再向前一步，就又能回到哥哥身边了。不，我不会那么做的。姐姐是无辜的，万般皆是命数，能陪着哥哥走过我人生的全部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小绿儿，我没能救活你活下来了就够了。放下过去，就为了自己活一次吧。小绿儿会化作这世间的风，永远的陪着哥哥。叶姐姐，若依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小瑟，你想不想我救你？想，但我不会求你。好风骨。住手！等等，不用担心，现在的莫弈身上并没有任何杀气，他只是在帮萧瑟疗伤。你隐脉中这阴眠之力着实鬼魅，救你的方法只有一个：化去你的所有内力，连同那股阴眠之力一同化去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你依然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人。不过武功可以再练，内功可以重积。若你有心，重回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化去别人的内力算不得多厉害，我也能做到。但是化去别人的内力，还能让这个人活着，只有他能做得到。这是我的内劲，我给你一缕，只是这一缕就够你入高手之境。它能保你经脉不竭，以后你一点点练自己的内功，它就会一点点散去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绝世良玉，而我深含屠龙之术，惜才本是人之常情。可你是仙人，世上何有仙？你我皆凡人。多谢。我还有一掌，你可收得了？请赐教。
睡吧。前辈，那你也给若依姑娘治病吧。不用了，方才鬼门一行，我的心脉已经补好了。小绿儿没有夺取我的神魂，却将自己作为一破材料，医治了我。小百里，叶姑娘，没想到多年后重逢，真的治好了吗？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，真的，实在抱歉了。还要多谢莫一先生救了这2位小友。不必谢，是我要谢谢你的那杯酒。据说世上传我这仙山有万佛朝拜，天女五化，白日里古色齐鸣，夜晚星光如雨而落，是世上绝境。可谁又能知道，这是如此孤独的一个地方？我想大梦一场，大梦10年，恍然而觉。醒来后再去一趟那凡世，再过一遭真正的人生。在我入梦的这段时间里，如果小百里愿意，可否替我护法？荣幸之至。师父，如今江湖动荡，血月城也是风雨飘摇。师父若能回去主持大局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怎么，13年前救了北丽一次，13年后还得我来吗？大梦，谁先觉？春愁暗暗独成眠。惊魂复辗转，风花雪月几回圆。少年须将行，先一怒马试风雷。一饮300杯，要将日月换青天。江湖就留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吧。别想仙山的事儿了，等着我们的挑战可不少呢。是啊，要不为天启。